继续来看台中市伫全国走大省设立着快打站注射站，让这个65岁以上的长辈唔免来预约，就会当直接来注射。这个政策受到好评。即卖指挥中心开放着第11轮的疫苗的注文。台中市长罗秀燕讲，嘛要开放予65岁以下一般的市民，嘛会当到注射站快速来注射。 民众去注射站注预防射，唔那流程简单快速，大规模的注射量嘛好，疫苗普及率快速的提升。因为65岁以上的老大人注第2剂要过一段路啊，台中市决定或者注射站继续服务民众。所以，一般的市民朋友们，如果您在预约上，好，从第10期开始，我们就已经把快打站有一部分挪给一般的65岁以下的市民使用。 目前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开放第11轮疫苗的注文，台中市估计会使得到28万剂疫苗。市政府准备要开设这注射站来协助民众，会使到医疗院所，还是到注射站去注射。所以你要到医疗院所去打也可以，你要到我们的快打站打也可以。所以第10期已经开始这样子做了，第11期那也可以。所以我们会把这些快打站移拨给一般的市民使用。 开设5天的注射站，会使额外提供12万剂注射的量能，加速注射的速度。所以讲，提醒乡亲，若接到简讯，就赶紧去完成注文。